来看嘉义布袋桂社里的桂社桥，进前因为风台霜冻后来顶起，改建了后桥有较悬，所以要过这帮桥进前，就要先爬行。若路甲桥的跨度嘛无同，民众看袂到对面敢有车。附近的民众拢感觉讲改建了后，车祸颠倒是较侪。两台车伫桥顶相闪车，5米宽的桥只剩一撮仔空间。嘉义县布袋连接铺子的桂社桥，去年才完工通车，煞因为爬行上悬，桥面上的路面甲桥面无共款，所以常常拢有车祸发生。直接徛起嚟去挡着条条段并落啊，即卖要伫病院啊。桥面爱拓宽，引道爱拉长，较袂遐行，因为引道上行，人骑脚踏车骑袂起来。当地人讲，行这条桥的时阵，唔但爱行到桥顶，才知影对向敢有车，而且路甲桥相接的所在，路面煞变下，行这条桥实在真惊。为要解决这个问题，相关单位这时嘛到现场来会勘，讨论改善的方法。原本我们每天在通行的有什么问题，你不听，你按照你理论来的好，现在钱花了，民怨四起。伊搭坝水做无好势，所以这咱得一步一步来改善。首先把它的坡度降缓，然后再它搭坝水的部分那个起出来。县政府表示，这条桥原本是水利署做的，完工了后交接予镇公所来管理，会先伫桥顶设立警示的号志，会配合镇公所送来改善计划来进行改善的工作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